关心这是落钱的贩卖机内底饮料讲有过期的情形，有2台菜伫咧台中的苗栗的中立一间洗衫店的外口，这个贩卖机内底有卖酒，也有卖饮料，拢已经过期。岛民众喙焦，想要来买饮料，一个无细腻啉到已经过期半冬的绿茶，特别请卫生局来加查。卫生局人员甲这2台贩卖机先查封，惊讲消费者一个无细腻，又搁去啉到过期的饮料。 稽查人员提封条咧打，因为这2台机器看着敢若真正常，其实已经大违规咯。斟酌啊看这台贩卖机仔的内底，竟然还阁有卖米露，安尼已经违反分酒管理法，恐惊都要罚1万至5万的罚金。更较含的是，连内底卖这个绿茶嘛，拢已经过期半年，安尼就已经违反食安法，会当罚6万至2亿的罚金。确实发现有异己产品的情形，那由于负责人没有在现场。 所以我们将贩卖机台查封，避免民众购买到逾期食品。卫生局后续将进一步的约谈业者前来说明。民众来到桃园的中立，原本是想讲要买这饮料来啉，想袂到啉着煞怪怪，才会来报卫生局来检查。不过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讲，伫咧外口食物件，就要张持这个日期的标示，才袂讲物件食的日期摕袂出来，来成做这个食安的受害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